一日下晡，有一个52岁的查甫人赛车经过中华路中的学校门卡口，去弄到学校边仔病院的条啊。这个赛车的查甫人有受伤，无生命危险。加在学生囡仔拢在上课，无受影响。监视器翕到一个穿乌衫的过路人，拄经过路口后，边是有一台轿车驶过来，直直对边仔的门条弄过去，车头规个变形，安全气囊也裂开，驾驶课伤去互送去病院。虽然无波及其他的人，也是互过路人心惊惊。看个东西啊，看个手机啊，就跟同学聊天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呢？比较不会。那边人都要注意四周围啊。要啊，当然要，四周围当然要看，然后跟小朋友也要这样教。意外发生伫咧日下晡1点外，地点伫咧中华路中的校门。这台自小客车经过中华市光复路，还有永福街路口，却向对外口冲过去。因为19伫咧新北三甲才拄发生学区重大交通意外，民众讲加在毋是伫咧上下课的时间，警方也对52岁姓施的驾驶进行纠察，初步排除驾酒赛车。因操作不慎而自撞一旁的顺安医院门柱，所幸现场仅驾驶一人身体擦挫伤，经送医救护后无大碍。为了改善过路人的通行空间，中华管府伫咧大埔路上宽画一条大约1公里的标线型人行道，还有停车弯。市公所也会配合管府规划伫咧市区的中华路，还有和平路路段为第2条的优先人行道，而且规划汽车甲机车的停车格。双向各一线道或2线道嘛，就是会依照情况，只不过是因为中华路它路宽比较大嘛，所以路肩部分比较多，所以我们会用路肩的部分来去做友善人行的部分，这样。中华市公所表示，这2个路段是配合年底伫咧中华举行的台湾设计展来起造。初步的设计甲大埔路相像，也毋过中华路甲和平路的路权较宽，也会加强宣导。也敢需要延伸到学区，也要看成效来进一步做规划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